现在业内都有在传闻说，什么鲍鱼经济、老二经济啊，我没有要批评谁，也没有要攻击谁。那为什么会有鲍鱼经济呢？因为现在独立女强人越来越多了，有女干部啊，有女经纪人啊，带男模啊，还有带酒店啊，那个人行为我们不要去多问。那老二经济又有分两种，第一种就是跟你谈感情啊，帮你睡了啦，那这是不好的行为。那第二种，我个人认为它不算老二经济，就是男方跟女方讲好了，没有感情，也没有情分，单纯只是性这方面，两方讲好就好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啦，一人出一项，你情我愿，互相拢无相偏啦，这是我个人认为。公后的后啊嘛，我梁小尊自称为老三经济，家人不在你旁边，一个人很孤独很寂寞，我可以去陪你。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了，冷战了，北宋了，我可以去陪你。你跟你老公争吵了杀小了怎么样，我也可以去陪你。老三经济的功能呢，就是我可以听你哭诉，听你抱怨，陪着你掉眼泪，给你情绪价值，给你思想工作，但是我没办法给你肉体就我真的没办法。